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學會》。今日民主愛來教大家做料理了，愛來教嘛解呢？愛來做倆嘅菜脯卵，倆就係呢嘅食材料，菜脯棍、芥卵。好，來看看我怎麼變魔術。現在我把蛋打下去哦，看家裡面有多少人呢？你就差不多是抓一個人1顆蛋的量這樣。接下來要把我們的菜脯棍放進去嘍。倆個菜脯棍呢，因為呢它本身就很有味道了，所以記得不要放太多。你看像這個呢，其實很簡單啦。重點就是說，客家人啊，他有很多都是準備好的食材，所以隨時都可以上手做料理。像那些醃製品啊、曬乾的這些乾類乾貨，都是很快可以拿來做料理的。而且啊，你要記得哦，倆個菜脯棍走得不用動油，所以呢，你隨時都可以肚子餓就趕快把它拿出來煎蛋，就很好吃了。在客家人不是只有蘿蔔乾煎蛋很有名、很道地之外，像是9層塔煎蛋啊，也是一道家常菜這樣子。倆就係民主走嘅菜脯卵，優秀哦。好，請你們一起來品嘗看看我們客家人做的這個菜脯蛋，試試看。有吃過嗎？有吃過。你是客家人嗎？太棒了，你是客家人哦。好吃嗎？其實吃這個菜脯蛋，它真的做起來很簡單，但是它是吃一種家的味道，對不對？應該客家人你知道，就是回到家裡面的時候，媽媽就是會煎這個配飯來吃，這樣子好吃哦。在。今天教的料理應該很簡單上手，你們也可以來試試看哦。在這邊，我們先來複習一下今天認識的新單字。第一個就是雞蛋、芥卵、芥卵。第二個就是蘿蔔乾、菜脯棍、菜脯棍。第三個就是蘿蔔乾可以放很久。菜脯棍走得不用動油，菜脯棍走得不用動油。下一次你也來試着做料理看看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